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今日 Alice 要為大家帶嚟一個可能動搖全球經濟根基，甚至將我哋推向萬劫不復深淵嘅重磅消息。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已經正式宣布實施全面性嘅對等關稅政策啦。呢項舉措唔止預示住一場史無前例嘅全球貿易大戰即將爆發，更可能將世界經濟拖入一場漫長而痛苦嘅全球經濟蕭條。一場如同世界末日般嘅經濟寒冬真係要來臨啦！係啊，你哋冇聽錯啊！就喺所謂嘅解放日，特朗普總統再次揮舞佢嘅關稅大刀，宣布將會針對多個國家同地區嘅進口商品徵收高額嘅關稅。佢聲稱咁做係回應呢啲國家長期以嚟對美國商品課徵嘅不公平關稅。然而呢個看似對等嘅舉動，實質上係一粒投入全球經濟體系嘅超級原子彈引發起嘅連鎖反應，足以摧毀我哋現有嘅經濟秩序㗎。首先，等 Alice 帶你睇睇呢場關稅風暴係點樣席捲同埋摧毀全球貿易啦。第一，進口成本會全面失控，引發出毀滅性通脹。根據白宮嘅公告，美國將對所有進口商品普遍徵收基準關稅10%。更令人恐懼嘅係，針對同美國存在顯著貿易逆差嘅國家，更將祭出所謂嘅對等關稅，稅率真係高到嚇親人。例如，針對中國，美國將會課徵34%嘅關稅，而台灣將面臨高達32%嘅關稅。試諗下，當全球各類商品嘅進口成本係咁飆升，最終承受呢一切嘅，只會係每一個消費者。物價飛漲，購買力急劇下降，一場由關稅引發嘅全球性惡性通脹，將無可避免咁吞噬我哋嘅財富。第二，貿易戰將會全面升級，全球經濟秩序蕩然無存。你以為只係美國單方面嘅行動咩？過往歷史話俾我哋知，當一個國家豎起貿易壁壘嘅時候，其他國家勢必會採取報復措施。一場你嚟我往、不斷升級嘅關稅戰，即將會迅速蔓延全球，各國之間嘅關係就會急劇惡化，國際合作蕩然無存，全球經濟體系將會被撕裂，徹底崩潰。原本依賴全球貿易實現繁榮嘅各個經濟體，都將會喺呢一場浩劫中遭受到衝擊啊！然後全球供應鏈就會斷裂，生產成本就如同無底洞。為咗規避美國嘅高額關稅，跨國企業可能會被迫將生產線遷回美國本土，或者暫時轉移至其他未被加徵重稅嘅國家。呢種大規模嘅產業轉移唔止成本極其高，更嚴重擾亂現有嘅全球供應鏈體系，生產效率會大幅下降，商品供應短缺。當生產成本將如同一個無底洞咁，最終只會轉嫁喺消費者身上。成件事根本係玩我哋咁樣嘅小市民。之後，全球經濟會陷入衰退，世界末日咁嘅景象將會嚟臨。貿易保護主義嘅盛行就好似幫全球經濟發展打咗支鎮靜劑咁，全民投資意願低迷，消費信心崩潰，繼而全球經濟避免唔到陷入長期衰退。咁樣有機會令失業率飆升，企業大批倒閉，社會動盪不安。咁樣將會係一場波及全球每一個角落嘅毀滅性經濟災難，慘烈程度恐怕追得上金融風暴啦。有學者甚至指出，特朗普嘅關稅政策根本係想全球經濟推向一個前所未有嘅新低點。而台灣方面呢，俾美國徵收32%嘅懲罰性關稅，出口產業就好似遭遇滅頂之災咁。美國作為台灣重要嘅出口市場，尤其喺科技產品方面，佔據咗極高嘅比重。如今美國要對台灣徵高達32%嘅關稅，無疑係對台灣出口產業嘅致命一擊，將會令台灣產品喺美國市場嘅競爭力蕩然無存。大量企業可能面臨訂單銳減、生產線萎縮，甚至倒閉嘅危機，將會大大咁打擊全球科技產業嘅經濟啊！雖然半導體產業今次暫時豁免，但係未來依舊係未明朗嘅。儘管目前嘅消息顯示，半導體產業暫時唔喺呢次對等關稅嘅範圍之內，但特朗普總統之前曾經公開表示，台灣搶走咗美國嘅晶片同半導體產業，而呢番言論，台積電嘅未來蒙上咗一層陰影。
一旦美國政府改變態度，對台灣嘅半導體產業徵收關稅，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啊，甚至可能動搖台灣經濟嘅根基添啊！所以總括嚟講，特朗普呢一項對等關稅政策，就如同喺本來就因為疫情搞到脆弱嘅全球經濟體系上，劃開咗一道更加深不見底嘅裂痕。佢唔單止直接推高我哋嘅生活成本，更加喺全球範圍內引發起一連串毀滅性嘅連鎖反應啊！最終可能將我哋帶入一場全球經濟大蕭條，人為咁做出一場經濟浩劫啊！有鑒於歷史，上世紀30年代，美國推行嘅貿易保護主義政策，曾經引發咗一場全球經濟大蕭條，無數嘅人因為咁而搞到失業破產，社會陷入動盪不安嘅邊緣。如今全球經濟體系嘅相互依存性遠超以往，一旦爆發全面性嘅貿易戰，後果可能比歷史上任何一次經濟危機都要更加災難性啊！所以我哋必須高度警惕特朗普嘅呢項關稅政策。呢個唔只係一個經濟問題，更加係一個可能徹底顛覆現有世界秩序嘅地緣政治危機啊！一場全球性嘅經濟末日，或者真係已經逼到埋身啦。今日嘅分析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各位喺收睇之後，能夠對全球經濟嘅未來走向有高度嘅憂慮同埋警惕。記得俾 like 我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拍片真係唔容易，真係好緊張啊！希望你會支持我。留言分享你對關稅嘅睇法，我哋下條片見。